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上年上映嗰套有關弑親案嘅爸爸呢？咁呢度改編自真實案件嘅電影入邊呢，個仔好冷靜咁樣話呢，係為咗減少人口對地球嘅負擔，先向阿媽同阿妹落手嘅。咁案發之後呢，佢爸爸不但要承受兩位至親離去嘅痛苦，仲要面對埋殺咗佢哋嘅仔。咁呢種難以承受嘅處境呢，就引發咗觀眾嘅討論。咁個仔嘅行為究竟係原生家庭嘅後果啊，定係佢個人被查毒嘅不幸呢？咁同樣嘅問題咧，都出現咗喺今日要講嘅電影入邊。2011年嘅《我兒子是惡魔》，咁故事以意識流嘅方式咧，穿插母親嘅視角，展現佢同個仔相處嘅日常，同埋命案過後咧被社區遺棄嘅片段。咁電影入邊嘅回憶雖然係不斷跳躍啦，但母親嘅狀態咧可以分為前段嘅垂死掙扎，到後段到底展現佢心靈咧點樣被磨蝕嘅。咁電影嘅標題咧都印證咗兒子是惡魔嘅事實，有唔少展現個仔咧特登同阿媽作對嘅場景，但係個原因係咩呢？係普通青少年嘅